关心阿里山新林铁路开6500万，利用2年外时间打造全新的商务列车复兴号。昨昏最后一届试车的时，因为铁基路有石头啊，全发生火车败马意外，加载是无人受伤。林铁处即马表示，败马甲行车安全无牵连，也若事故的原因会阁调查。火车渡过阿里山青年活动中心的滨高道，海几步了停落来，原来伫第二节才败马啊！压到主轨跟副轨之间一颗石头，导致第二节车厢出轨。火车敢若是缀着雨轨含主轨中，用来制作轨道的喙石败马，嘛互车的连接器歹去，好在再无人受伤。阿里山林铁和文资处讲，即马火车搁在试运转，无影响到正班车的运转，车嘛无慢分。会伫24时斟酌来检修，嘛会加强轨道的巡检，了解这石头是安怎会出现伫轨道顶悬。车子本身目前的设计都是朝模组化。所以基本上它是安全无虞的。那本次的出轨也跟扶生号车厢本身的这个行车安全性并无直接的关系。正拄好，行政院长陈建仁前一天才和地方首长和民代试坐复兴号，佮讲中央会佮投入60亿来建设大阿里山地区。结果过当天复兴号试车就败马，全新的Hinoki列车复兴号讲是上水的Hinoki车厢，是经过2年外开6500万来打造的。第3月试车的时阵，就常常有小铁道的人去翕相，但是嘛捌互质疑讲品质歹，插了落去车顶无平。林铁处讲。验收进程拢会要求厂商改善。记者综合报道。